中共近年来在东突厥斯坦实施高压统治，成立所谓的再教育营，对数以万计的维吾尔族进行洗脑与酷刑折磨。有媒体报道，在阿克苏地区固置的第一再教育营，指去年下半年陆续就有被关押的维吾尔人大规模死亡，死者总数约150人。阿克苏地区的一个集中营传出有大批维吾尔族人死亡的消息。当地一名公安向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组记者披露，去年下半年短短6个月内，有至少150人在营内丧生。事件爆发后，当地官员从上到下3缄其口，而死者家属也被下令封口，遗体则全数下葬，监葬全程被严密监控。近年来，中国在东突厥斯坦地区实施了配对并成为家庭的计划。汉族共产党官员会住在维吾尔人的家中，对他们进行再教育。这些被进驻的维吾尔族家庭中有不少男子已被送入拘留营。中共再指派汉族男子监视他们的维吾尔族妻子。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视频显示，在一个维吾尔族家庭中，一名维吾尔族妇女与3名汉族男子住在一起。香港示威5个月来出现首个死亡者，香港科技大学本科生周子越周五不治身亡。经民主派人士走上街头示威，呼吁为其守灵，并计划在本周末继续示威。周一夜间在一处停车场因坠楼而遭受重伤，在11月8日周五早上死亡的科技大学本科生周子越，终年仅有22岁。事发时，警方在现场附近有驱散示威者的行动。中国官员表示，中方无疑也不会参加美俄军控谈判。中国外交部军备控制司司长福聪说，中国准备减少核武器库，但是我们无意参加美俄之间的裁军谈判。他解释说，美国认为将中国包括在与俄罗斯的裁军谈判中是不正确的，这些举措远非主要目标，美国只是为退出一项重要的国际协议找借口。据报道，乌兹别克斯坦国防部新闻部门发布消息称，乌兹别克斯坦空军和防空部队成功测试中国 FD-2000防空导弹。乌兹别克斯坦国防部在消息中称，乌兹别克斯坦国防部空军和防空部队人员在纳沃伊州的库尔库杜克军事训练场成功开展了地对空导弹演习。报道称，乌兹别克斯坦防空部队配备了不久前从中国采购的 FD-2000防空导弹系统。该防空系统可摧毁各种多型飞行目标。联合国人权专家指出，埃及残酷的监禁条件是导致前总统莫尔西死亡的主要原因。联合国工作组表示，埃及监狱当局直接导致了前总统莫尔西的死亡，并有可能使另外数千名囚犯的生命面临严重的风险。人权专家表示，莫尔西被关押时的条件可以用残忍来描述，尤其是他在被拘押于多拉监狱综合楼的5年期间，他在狱中遭受了这种条件后死亡，可能等同于得到国家首肯的任意杀戮。